大小姐，你再不嫁，我这棍子可又要下来了。嬷嬷，恶人谷恶名远扬，去极的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，但凡进去就没人能活着出来。爹爹怎能50两银子就将我卖进恶人谷薛家？娘，你说姐姐能同意吗？齐郎可还等着钱上京赶考呢。他自是不愿意，那也得看婆子手里的棒子同不同意。不叫我就打死你！你别说是50两，就算是100两，我也不嫁。这大小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以前最是软弱的性子，突然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差点把我打散架了。想我堂堂顶级一世，居然在手术室被捅死，刚传业还要被卖成恶人谷，太惨了吧！聂子，安神医，听说你的医术在黑白两道都是顶尖的存在，医学造诣更是无人能敌，一定要救救我大哥呀！闭嘴！安神医做手术不喜欢被人打扰。好了，缝合。安神医，我是不会让你救活他的。那你捅他呀？你捅我干什么？我家黑白两道的威名啊，居然栽在一个帮派叛徒手里，传到这个被人折磨致死的人身上。不行，必须拿了钱离开这。等齐高飞考上状元，再娶咱们如素过门，那从今往后，咱们安家可就成了官家人了。这婆子可真有眼力劲儿，怕我们见了血，还把门关上。真期待看到姐姐跪地求饶的样子。呸！竟然还敢要钱！我告诉你，俺老爷子就是10两银子也不会给你。我不相信，爹爹可是要让我嫁去恶人谷，怎么会连区区15两都不愿意给？爹爹他不是那种狼心狗肺的人。什么？你竟然敢要20两银子？那你既然宁死不嫁，那俺老爷子也就猪狗不如一回，打死你！我给。老爷，哎呀，你没看见那死丫头宁死不屈吗？那20两就当给她安葬费了。临走之前，我再给你们送上一份大礼。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快救我！我的房子！我的房子！哎呀！这是谁干的？这到底是谁干的呀？我的房子呀！哎，这恶人谷穷成这样，饿的都吃野草野菜了。哎，大爷，就算您是王宝钏，也不能生吃这野草野菜啊。王宝钏？我是王神农。神农？尝百草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这神医之名便是试毒吃草药得来的，比如这个，哎，你这吃了就没了？这怎么可能啊！小丫头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你就庆幸我的手术急救箱跟着我一起穿过来，不然你就在这等死喽。
神，太神了！我现在浑身充满力量。你是怎么做到的呀？哎，肾上腺素嘛。肾上腺素。外挂神器。什么东西？痛觉减1万，恐惧减1万，力量加10亿，阎王来了都得扇他2巴掌。您才是当之无愧的神医呀！这算什么？我这还有治疗肺结核、天花、阑尾炎的药。阑尾炎呢？啊，就是你们说的肠痈。哦，肠痈。怎么，你要治啊？这种病我最擅长，只需要一刀下去，我保证永不复发。哦，开一刀就能根治？闻所未闻，闻所未闻呐！有神医对比，老夫的医术还是不够精进啊！看来我还需云游四方，好好钻研，学成归来，必拜您为师。哎，学无止境啊，学无止境啊！主子，神医王神农归来，现下就在谷口。神游荡在外，行动不定，通常1年才回一次谷里。终于回来了，阿叔的病有救了，也不枉我在恶人谷苦等1个月。阿叔肠痈发作频繁，时常腹痛难忍，状态越来越差，还以为等不到王神医了。幸好，王神医，这就是秀怀莲，这颜值，这身材，就凭这个，我也要在你这儿扮演好贤妻良母。你是谁？你好，秀怀莲，我是安家的女儿安黛玉，我是来嫁你的。主子，您在恶人谷还需要一个妻子养护身份。安姑娘的身世已查明，据她父母所述，安姑娘阴险恶毒，爱慕虚荣，是人尽皆知的草包废物。难怪会为了区区50两，就嫁进这吃人不吐骨头的恶人谷。老爷，你不能娶她！刚才在谷口看到她把王神医赶走了。老爷，农户家还养丫头，别是请丫头吧？他说的可是真的啊？你说的是谷口吃草的老头吧？我没有赶走他，是他自己觉得技不如我，所以又出去云游去了。王神医是名满天下的神医，万金难求一见，技不如你一个小丫头，可笑！肯定是你做了什么惹神医生气了，为求神医一面，老爷苦等1月，现在都被你毁了。我现在就去谷口，若真是你赶走的王神医，我绝不放过你。这就是爹爹给我们找的后娘。是呀，看起来就不太好相处。哦，对了，他还把王神医赶走了，这下哀叔又没有希望了。每天晚上看到哀叔腹痛的满地打滚时，我这心啊也跟着痛。哀叔放心，哥哥一定会找到人给你治病。好，我们不能放过这个坏女人。对，以我们牙齿必报的性格，一定要赶走她。是睚眦必报。我愿意怎么报就怎么报。走。你们就是秀怀莲的孩子吧？我叫安黛玉，你们的后娘。你个坏女人，也配当我们的后娘？果然是全员恶人。告诉你吧，我们是恶人谷3大恶人。我是无恶不作，薛明远，凶神恶煞，薛
停战！穷凶极恶，天望术。你赶跑了神医，我们要让你付出代价。是吗？这个女人果然把神医赶走，看她怎么留下。我不要后娘，后娘会打哥哥和阿叔，后娘走。阿叔生病之后最得宠，不管什么要求，爹爹都会答应，一定能赶走这个坏女人。爹爹，蓝姨爷能照顾好我们，还请安姑娘回去吧。刚才还三大恶人，在薛怀林面前居然这么乖，天赋型演员呢。是啊，老爷，孩子们怕生，而且安姑娘赶走了神医，要不我们……你哭什么？我只是想到了我自己在家的待遇，我亲娘走得早，我爹娶了后娘，后娘跟继妹对我动辄打骂，还逼我嫁接这恶人谷，所以我特别能理解阿叔你的感受。我现在是个没有家的人了，如果你们也不要我的话，我就只好要是不把我给留下来，告诉你爹三大恶人的事情，我就撞死在这儿。爹，我们还是留下他吧。是啊，他太可怜了。怎么回事？这几个蠢货怎么改口了？看在孩子们留他的份上，先试试吧。留下吧。不行，老爷，他赶走了神医，怎么能留下来啊？我刚才问过路人，神医是有事又去云游了，况且他一个草包，怎么可能赶走神医？就算再等1年，我也要等来神医为阿叔治病。只是怕阿叔的病撑不到那个时候。多谢夫君。胆敢耍任何心思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以后你就留在家里照顾孩子。照顾这几个魔头啊！可是我不会照顾这些。这是1000两，你以后每个月的月例。1000两？嫌少？不少，我最会带孩子了。夫君，你就放心把这些孩子们交给我吧。果然是见钱眼开。这年头，农户都这么有钱吗？养得起丫鬟，还给得起这么高薪的育人师工作，不就管教几个小孩子吗？手到擒来。我去打猎了，以后你住在偏房。好的，夫君，你要加油哦。你这个卑鄙女人，为了留下来，居然威胁我们，简直不把我们三大恶人放在眼里。好了，不装了，我摊牌了，我就是那个专门惩治恶人，江湖人称嫉恶如仇的安黛玉。你果然是在演戏骗爹爹。既如此，我们要让你生不如死，主动离开。走着瞧！这几个小野种手段层出不穷，我倒要看看安黛玉这个草包怎么应付。参见王爷。看好安黛玉。是。若非需要一位女子帮助隐藏身份，你堂堂晋武王，怎需娶那种爱慕虚荣的女子？真是委屈你了。当年大哥为救我而死，他的3个孩子自然是我来照顾，以免皇后毒害，被迫隐藏身份，入住这恶人谷。若安黛玉安分守节还好，如果她敢伤害孩子，我一定不会放过她。对了，王爷，我们在郊外追上了王神医。他人在哪儿？王神医还要继续云游，无法回来治病。不过他说恶人谷来了个比他更厉害的神医，
甚至可以根治常忧。看来阿叔的病有救了。快，速派人手，务必给我找到那位神医。是。谁？王爷，是我。你来干什么？王爷，您可是靖武王，全京都最尊贵的王爷，何必委屈自己去娶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农妇呢？我是丞相府的千金，我也闭嘴！才……当初你追来恶人谷，非要让我留你当丫鬟，若非怕你暴露行踪，我绝不答应。当时就跟你说过，若你敢暴露身份，我让你永远留在恶人谷。滚！我在那凳子上涂了树胶，这种树胶非常出名，听说非得摘下一层皮才能摆脱。做了，他做了，怎么没反应？不会失效了吧？小恶霸，整我还太嫩了。不可能，是他没站起来而已。哟，这不是三大恶人吗？这怎么回事？怎么站不起来了？要不要我帮忙啊？哎，不要不要！你该死！你还挺讲究哈，给凳子穿裤子。还是看我的吧。把蛇藏进被子里，等它掀开，一定会被吓死。走，走。晚上就包个蛇羹了，孩子们一定喜欢吃。阿叔，又疼了吗？都怪臭女人赶走神医。唉，暂时休战吧。来，夫君，尝尝这个。夫君，再尝尝这个。讨好金主才有钱赚吗？这女人还算乖觉。危险！蓝姨姨，我们绝食抗议，让爹爹看到我的态度，赶走坏女人。好。怎么都不吃饭？爹爹，我们讨厌，是不是小兰做的菜不合口味，所以孩子们才没胃口？哎呀，这个事情都怪我，毕竟我嫁进来，这些应该是我做才对。他似乎并不像传言那般不堪。阿叔，阿元站，不许再找阿叔胡闹，他生病需要营养，不吃饭怎么行？生病？生什么病啊？关你什么事？坏女人，不要你装星星。假惺惺。阿元，阿元，阿元，哎呀，糟了，估计是
卡住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么晚也很难找到医师了。我来。安姑娘，你要逞强也不是现在啊！阿元卡的是喉咙，你以为拍几下肚子东西就能吐出来啊？还真吐出来了。你会医术？哎呀，一点急救动作不算什么，就是凑巧。皇后那边最近动静越来越大了，朝堂上大半都是她的人。皇后手下的人做事十分干净，以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，很难将她一举拿下。找到沈毅了吗？我们把这2天禁锢的所有人排查了一遍，都不是。对了，还有一个人没排查。莫非王神医说医术最厉害的那个神医就是他？谁？夫君，是我。夫君，是我来伺候你搓背。薛怀林长这么帅，身材一定很好，都是我夫君了，不摸摸岂不是很亏啊？夫君，这里怎么这么黑啊？我来给你点蜡烛吧，不然怎么看得见胸肌腹肌？哎呦！安黛玉，你一个妇道人家，怎能如此轻浮？夫君，你要不要先看看你的手先？掐得人家好痛。倾城多少闺女思慕主子，主子都不屑一顾，现如今居然被一个村姑玷污了。夫君未免也太猴急了一点，人家衣服都还没脱呢。乱摸什么？夫君，这里好大。比起御姐的主子，我不听！果然跟传闻中一样。一样什么？我真是糊涂，这种品行不端的放荡之人，怎么可能是王神医口中比他还厉害的神医？来吧，夫君，我已经是你的人了。主子为了掩护我，连思想都牺牲了，肉体都付出了。以后我就是主子最忠贞的狗。出去！假正经。大哥，这个坏女人昨晚救了你，我们还要赶走她吗？她根本就是误打误撞。若她真会医术，万一能治好阿叔的病呢？坏女人，你会医术？那是当然，我的医术在我们那儿可是顶尖的，万金难求一见。那你会治什么病？我最擅长的就是开刀，一刀下去，炎症断，瘤子出。他哪会什么医术？看来就是在故意吓我们。我去打猎了。
夫君好厉害，有这么勤奋的夫君是我的福气，今天也要加油哦。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哦，平安最重要。虚伪、恶毒、坏人。夫君早点回来哦，我们在家等你哦。虚伪、恶毒、坏人，看来已经很久没有人教你们怎么跟长辈说话了。既然我拿了这份育儿师的钱，那我就替你们爹爹好好管教你们。爹爹是让你照顾我们，你没资格管教我们。你这个坏女人，一点比不上蓝姨姨。是吗？阿叔再也不当恶人了。恶魔，简直是恶魔！他才是最恶的恶人，简直是蝎子的肠子，是蛇蝎心肠。所以我以为他昨晚救了大哥，也没有那么坏。现在看来，明明更坏。阿叔，你身体怎么样？累的话就不要做了，哥替你做。这几天跟坏女人斗来斗去，身体好像好了些，最近晚上也没有腹痛。安黛玉居然在惩罚这3个小野种，等他们坚持不住的时候，我再出来维护他们，这样他们肯定会对我感恩戴德，更恨安黛玉。坏女人，你不要让阿叔做了，阿叔生病了，你居然还虐待他。就是，阿叔快休息，若是又犯病，又要腹痛难忍了。生病？阿叔生什么病了？住手！住手！安黛玉，你怎么能虐待孩子们？啊，怎么了？你告我去呗，上报衙门去。安黛玉，孩子们都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你这样虐待他们，我怎么能不心疼？而且，要是老爷知道，绝对不会让你好过。好妹妹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我确实不该惩罚他们。你对他们的爱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。既然你那么爱，不如就由你来替他们受罚吧。不是，凭什么我代替他们？你刚才口口声声的说爱孩子们，现在却不愿意替他们受罚，难道你只是嘴上说说？我还以为你真的很爱他们，那孩子们实在是太可怜了。你少污蔑蓝姨，蓝姨单纯善良，还那么爱我们，当然肯为我们受罚了。你以为蓝姨像你一样恶毒啊？就是。做就做。不标准，头太高。安黛玉，我可是诚手别掉。安黛玉，你刚才说你是诚什么？我是诚心诚意跟你道歉。你就不要再打我了，我真的好痛啊！哎呦，慢点！坐这。哎呦，别！怎么了嘛？这上面还有我上次没清理完的胶。蠢货！二叔，我来看看叔。二叔，他没气了，他死了。
有病，还惩罚虐待阿叔，这才导致阿叔病痛，痛死在这儿。安黛玉，你这个杀人凶手，你明知阿叔有病，还惩罚虐待他，我一定会告诉老爷，老爷会杀了你的。他出去，我能救他。安黛玉，阿叔都已经没气了，你还在这装什么装啊？你还真以为自己是神仙，能让人起死回生啊？说了让你出去，要是再多说几句废话，我一定拧断你的脖子！居然在这个女人身上看到了王爷的影子，快走快走！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，导致的心脏骤停，急救箱。必须马上手术切除阑尾，还好这种小手术我一个人做也绰绰有余。这个贱人居然在给阿叔开膛破肚，本来还担心那个小野种死不了，没想到安黛玉这么狠，死了还要补刀。爹爹，你快救救阿叔！怎么回事？阿叔怎么了？老爷，安黛玉趁您不在虐待孩子，她现在还在里面给阿叔开膛破肚，把我们都赶出来了。安黛玉，你在干什么？不想他死的话就赶紧出去。我做手术的时候不喜欢有人打扰。你以前听过一则异闻，传言有人用吗啡散将人迷晕，以此开膛治病，称作手术。我一直以为是坊间谣传，莫非？如果阿叔出任何事，我必让你比他痛苦100倍。老爷，你杀了安黛玉吗？啊，我的意思是，阿叔怎么样了？你怎么先出来了？今天的事情说清楚。安黛玉她趁您不在就虐待阿叔，我想要上去阻止，她却掐我的脖子，然后阿叔就肠痈发作，腹痛难忍，直接疼死了。爹爹，你快叫王神医来救救妹妹！只有他能救阿叔了呀！刚才我亲眼看着阿叔断气，这种情况别说是王神医，就算是大罗神仙来了也没用啊！更何况安黛玉还在里面给阿叔开膛破肚的。安黛玉，最好不要骗我，否则我会让你的下场比死还难受。安黛玉，你死定了！进来吧。爹爹，阿叔没事。爹爹，阿叔的病好了，以后再也不会痛了。阿叔要把那该死的发炎的阑尾埋进地里。好，埋进土里。老爷，你这么快就打算给阿叔下葬啦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那安黛玉呢？处死还是？你要不再看看？看什么？你咋没死？阿叔！哎，小心点，别打扰阿叔休息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他刚刚明明已经断气了。阿叔没死，小兰好像很失望。我刚刚明明看到你剖开他的肚子，怎么可能还活着呢？老爷，你要信我呀！父亲，难道你刚才踹门而入，是因为听信了别人的话？我认为我要伤害阿叔。怎么跟刚才手术时的气势完全不同？不然呢？你剖开别人的肚子，还能是在救人啊？我可从未听过这等奇闻异事。当然是在救人，这可是我们家乡那边
治疗阑尾炎最有效的方法。夫君，你不信我？我知道，夫君跟小兰一直都不喜欢我，可我把阿叔视如己出，我顶着被质疑的风险给他做手术，切掉阑尾，换他一生平安。可我没想到，我并非不喜欢你。既然这个家不属于我，那我还是走吧。反正我在这个家也只是个拿银子照顾孩子的下人。不要娘亲走，是娘亲治好我的病。他那么努力救治阿叔，自己一身血也不接，我却因为传言就轻易给他定罪，我真该死。我是个粗人，不会说话。从今以后，薛家的钱都由你来管。你不是下人，是我们的家人。这是我们所有的家当。你不是下人，是我们的家人。果然，男人的愧疚心是最好利用的。小兰，你也是这样想的吗？你是阿叔的救命恩人，自然也是我们薛家的救命恩人。好吧，我刚才看你那么努力的诬陷我、伤害阿叔，我还以为你不喜欢我呢。哎呀，我是担心阿叔，所以才有所误会嘛。沈兰，随意诬陷主母，罚你每天去医院里面跪着掌嘴2个时辰。夫君，我看小兰她也知错了，要不然就罚她1个时辰就够了。你就是太善良了。对了，夫君，你今天带了什么回来？哦，带回来了一些板栗。真的吗？我最喜欢吃板栗了。夫君，你也太厉害了，快带我去看看。他是怕来姨姨跪久了，没人煮饭吧？居心叵测，是居心叵测。不过我觉得娘亲挺好的，是她治好了我的病，她是好人。这年头，农户可真赚钱啊！要是这样再攒些钱的话，随时跑路也不是问题啊。过来，阿叔真乖。坏女人，谢谢你救了阿。但一码归一码，我们是不会因此屈服的。来，叫娘亲就给你吃。娘亲，小妹也太没原则了。娘亲，哥哥们还说我没原则，这叫男子汉大丈夫，能伸能缩。能伸能缩的不是乌龟吗？几个没良心的小野种，这么快就被那个贱人收买了，那就一次性都给抽掉。这就是阑尾的伤口吗？什么感觉？痛痛的。不过这是娘亲给阿叔留下的奖章。哦，阿叔、阿远、阿战。蠢货！阿
阿叔，你讨厌蓝依依了是不是？你忘了以前是谁尽心尽力照顾你们？我为你们洗衣做饭，还帮你们撒谎逃学，你们怎么能如此待我？阿叔不喜欢我。蓝依依，你别哭了，阿叔没有讨厌你。好吧，阿叔，我能看看你的伤口吗？阿叔，安黛玉是不是从你体内取走了什么东西？娘亲说那个叫做阑尾是没什么用的东西，也就是它发炎才导致我疼痛不止。发炎？可恶的阑尾，以后不准他再说话了。可是阿叔说他这里好痛，我觉得他取走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没用的东西。为什么？你们忘了恶人谷10大恶人了吗？10大恶人之一，血手人屠林荫。有一个传说，传言他最喜欢用新鲜的内脏器官，为此他可是不惜用高价收购呢。这跟阿叔有什么关系？我一直觉得剖腹救人这件事非常匪夷所思，所以就偷偷关注安黛玉。我上次亲眼看见她抱着一个坛子鬼鬼祟祟的，我上去看了，里面是一个肾，所以她肯定是故意取走阿叔的肾卖给林荫了。不可能，娘亲才不会把我的内脏拿走。可你刚刚不是还说这里好痛吗？是不是真的？你们3个去问一下林荫，不就知道了？对，如果这是真的，我们就要把妹妹的肾买回来。走。3个蠢货还真是好骗，说几句就信。那林荫不仅性格阴晴不定，还经常残杀幼童，用幼童的肉喂养食人花，保证这次让几个小野种有去无回。不行，大哥，小草小花都是有生命的，不准采。你好，请问血手人屠林荫大人住在这里吗？漂亮姐。你刚才救什么？姐姐，哎呀，还是你娃嘴甜！好久没看见过活的奶娃子了。姐姐，你知道血手人屠林荫大人在哪儿吗？什么血手人屠林荫？是第一美人林荫。我就是啊。林荫大哥，林荫姐姐，我们有事想问我。看在你们没有伤我一根花草的份上，说吧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那些可都是食人花，只要碰一下，你的小鸟可就没了。哎呦，要是从那边走过来，你们仨可就只剩尸骨了。林姐姐，你有没有从一个坏女人手里买过我妹妹的肾脏啊？你们觉得呢？时间差不多了，那3个小崽子应该已经死在血手人屠手里了。现在轮到这个贱人了，最好是让血手人屠一起杀掉他。安姑娘，安姑娘不好了！
好了，我岂不是不用管这几个熊孩子了？我终于清醒了。我要去补觉，吃饭再叫我。他们还偷走了你的钱！偷我的钱！少了1000两。这3个小野种有娘生没娘教，在这种贫困的恶人谷长大，手脚不干净，小偷小摸也是正常的。你赶紧去树林里把那3个小崽子找回来，也好快把你的钱要回来啊！快去吧。不是，你打我干嘛呀？你个贱人！当然没有，老娘这么漂亮，怎么可能会吃那种脏玩意儿？要是让我知道是谁在外面散播谣言，第一时间掏出他的心肝泡酒。我就知道娘亲不会这么做的。那蓝爷爷岂不是在骗我嘛？是坏女人，她居然找来了。真当我这儿是随意可以进出的花园呢？居然又长皱纹了！好啊，正好拿它来泄泄火。我已在这布下天罗地网之术，看他怎么逃出去。娘亲，二叔，感觉这样不太好吧？算了，待会儿林姐姐要是伤害他，我们帮他求饶就是了。好。关还躲出了过。你居然毁了我的头发和精致的妆容，我杀了你！熊屁屁股比，不过你这脸倒是长得不错呀，都快赶上我了。小姑娘家的脾气这么不好，阴晴不定的，平时做不做 SPA？ 瞅你，皮肤都开粉了，眼角还有皱纹，要多敷面膜啊。SPA？去哪儿 SPA？ 面膜又是什么？跟面粉一样吗？姐妹，哎，听我说，你这个肤色它不适合粉衣服。老土又显黑，这口脂颜色是不错，但是涂的不好，显凶。这眼影呢，应该再淡点，腮红再多点，这氛围感它不就来了吗？姐妹，简直完美！
好漂亮！好漂亮！美，真是太美了！我林音不愧是天下第一美人。比你还要美。嗨，不过，我收起你这个妹妹了。走，咱们去死吧！走，姐妹，要死也不能现在死啊！先做面膜。他居然连恶人都能收服，他才是恶贯满盈。娘亲真厉害！你们死定了！水手，不学好偷我钱！打了哥哥们就不能打我了哟，爱你娘亲。说吧，什么原因？为什么偷钱？不说啊，长本事了！你们这样对得起你们爹爹对你们的栽培吗？不用你管，爹爹都没有打过我们，你敢打我们？等爹爹回来，一定要把你赶出去！坏女人，你现在心里已经五谷杂粮了吧？是五谷杂陈。五谷杂粮，我五谷丰登，五福临门，五脏六腑，五八40呢！去考状啊！我倒要看看你们爹爹要是知道他的好孩子偷钱，会不会对你们失望？不行，不能告诉爹爹，爹爹不喜欢坏孩子。只要你不告诉爹爹，我们做什么都可以。对，我们不针对你就是了，你让我们做什么都行。真的？做什么都行。夫君，你好厉害啊！今天又给我们打到了一只兔子，没有你，我们可怎么办呀？你今天也辛苦了，把家里打扫的这么井井有条。这几个小贱人也不知道哪来的好运气，居然能活着回来。而且家里明明是我打扫的。夫君那么厉害，我嫁给你当然要贤惠啦。贤惠？现在家里什么都不会吧？若这坏女人不遵守诺言，告诉爹爹了怎么办？娘亲才不会。哎，反正如今只能听他的了。吃饭。好。这女人只待了几天，孩子就变得这么乖巧。你教的不错。这3个孩子本来就乖巧听话，我哪里教得了孩子？还是夫君你的基因好，都随你。马屁精。他们3个本来就懂事孝顺，还经常帮我分担家务呢。今天他们还说要帮我洗碗呢。对。想不到他教育孩子还真有一套。他实在太咄咄逼人了，咄咄逼人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
性相近。夫君，偏房里有老鼠和蛇，我一觉好几天都没睡好了，能不能让我住一晚？哎，不行。那好吧，那我只能去柴房将就一晚了。等等，那天晚上我没看错，真的是8块抓到你了。夫君，你还没有睡觉啊？别摸了，快睡觉。夫君，你的心跳好大声啊！糟了，这好像是我的心跳。安姑娘，我是害怕以后有事不能去买菜，这才想着带你走走买菜的路。只要解决这个贱人，那3个小杂种还不好收拾吗？卖消息的人说了，那10大恶人之一的裂口女就在红色系带前面100米范围内活动。安姑娘，我还有事，就先回去了。你再往前走几十米就到了啊！我先走了。哎，你走什么？哎呀，你快放开我！他要来了，你快放我走！谁要来了？裂口女，是裂口女要来了，快让我走！裂口女倒是听过倭国的传说，那种恐怖嘴巴裂开的女人会随机询问路人我美吗？如果说美，裂口女就用剪刀把路人嘴剪开；如果说不美，裂口女会直接残忍杀害。没想到这儿也有。我美吗？我问你，我美吗？我美？不好意思，我看不见。你问他，他知道。废！你看得到？我看不见。你看得到？我是瞎子。现在来到我了！我美吗？回答我！回答 ！Look at me！ 事情就是这样，外界所谓的恶人，不过是一个被常年家暴的夫君割掉嘴的可怜人。他之后为了活命，用针线硬生生缝住了嘴巴，
抢了他剪刀，追了他一路，也不用哭得那么惨吧？估计是压抑已久的情绪吧。妹妹，你看姐姐的眉毛是不是换围了？还好还好。不过外界为什么传他杀人啊？他杀人，他要杀人能哭成这样？他只不过杀了那个欺辱他的禽兽罢了。哎呦，杀人犯来了！快走！这还真丑。哎呦，真晦气！这种人还上街干什么？是他呀，我都不敢出门呢。看看那个人，看看他那个嘴，他还上街，真是！看看他长得，赶紧回家去吧。真恶心。谢谢你。滚，丑八怪！丑八怪，连自己相公都杀了，怎么还活着？滚，丑八怪！滚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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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逃进恶人谷，害怕见人，害怕被羞辱打扰，所以自己传出了这样的谣言。别人怕了，自然就不敢去了。别再嚎了，小烈！伤口已经愈合了，现在想用医术恢复如初也是不可能了。哎，对不起啊。作为赔礼道歉，要不然你给我俩做张面膜吧。现在做都要到晚上了，而且是你自己想做吧？想练一想啊。等着。娘亲怎么还没回来？不回来才好呢。安黛玉现在应该已经被裂口女折磨死了。老爷，这么晚了，他还没回来。糟了！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今天去买菜的时候，听别人说有人掉进了10大恶人之一裂口女的领地，然后就被杀了。不会就是安姑娘吧？啊！这裂口女手下没有活口，安姑娘又这么晚都还没有回来，恐怕已经是……不会的，娘亲不会有事。爹爹，你快去找娘亲。做个面膜居然搞得这么晚，哎。哟，在这荒山野岭，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小美女，我喜欢。这次要不咱们齐哥先来？咱们齐哥可是今年的状元郎啊！对，哎，齐哥先来，齐哥先来，齐哥先来。还是不要误了正事。您给我们找个住处。大家都累了一天了，明天再出发找那东西吧。好，多谢齐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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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脑残吧你！你在嚣张什么？我可是今年的状元，我让你去给我们找住处，你听不见吗？妈的，最烦丑男纠缠。你说什么？
王爷，裂口女的住处只有这把剪刀，安姑娘和裂口女都不见踪影。王爷先不用着急，安姑娘可能有事耽搁了才没回家，可能现在在路上。她胆子那么小，连只老鼠都害怕，怎么敢走这夜路？王爷，我们找到安姑娘了，不过她被一群男人包围了。她那么胆小娇弱的一个小姑娘，被一群男人包围，不知道多害怕多无助。怪我，为何不早点出来找她？王爷，你慢点儿！哎呀，松手！不松！给我松开！不松！松不大人，我要去报官！我是不是说给我松手？不松！欠抽的东西！给我放开！松手！妈的，老娘说了，丑男不要碰我！你他妈是不是？安代，夫君，我刚刚走在路上，他们一群人向我问路，这个男的他就突然抓住了我，我好害怕，好惶恐，好紧张。还好你来得及时。去你娘的！明儿是你！你怎么能讲出这么粗鲁的词？好可怕的！可是他们为何都躺在地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刚刚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互相斗殴。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就想着要逃跑，可这个男人，他突然抓住了我，我还被他们弄伤了。明明是他！痛。下手之人手段阴毒，是个高手。都是他打的。我？没错，是我打的。他们想跟我争女人。夫君，还好你来得及时，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。您站旁边，夫君替你报仇。那夫君要小心。要是害怕，就把身子转过去。说，刚刚是哪只手抓的他？娘亲，阿叔好担心你。怎么，担心我啊？有一点。胡说，才没有。有一点。哎，你们两个，你不要再含笑九泉了。阿远，真应该找个私塾，让你好好去练一下。好了，不要再打扰娘亲，你们三个快去休息。阿叔，好了，去吧。喝个姜茶吧，今晚收惊了。谢谢夫君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去找朋友玩，一时没注意时间。朋友？恶人谷的人，他们叫什么？阿香跟阿花。他刚才应该没看到，那些人是我打伤的吧？
要是我贤妻良母的人设崩塌了，他不会把我赶走吧？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你会不会把我赶……没事，我开玩笑的。我们早点睡吧。阿呆，虽然我们并未举办成亲礼，但是在我心中，你早就已经是我的夫人了。这之后就是你自己的家，没有任何人能把你从这里赶出去。或许，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办一场成亲礼。好，真的，我明天就开始准备。好好吃。晚安。你回来了，父亲，要加油哦！今天我想吃鱼。你以为老爷打猎那么容易啊？有什么吃什么得了，还点上菜了，真把自己当公主伺候啊？草鱼可以吗？可以的，谢谢父亲。哎呦，那你也好好休息。你看我干嘛？你干什么？活儿做完了吗？砍柴烧水去啊！切，吃上早饭，真拿自己当公主伺候。算你厉害。娘，爹爹给你的。房契跟库房钥匙给我干嘛？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你会不会把我赶……难道这就是直男的表达方式？再笑，给老娘出去笑去！老娘正烦着呢。怎么了，姐妹？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？说出来，让我们一起开心。你个小没良心的，吃你的东西！昨天恶人谷又派进了一堆人马，是京城来的，应该是皇室派来的人。我昨日去看了一下，发现已经被不明人士打败了。我抓了几个活口来逼问，没想到又是为了后山的宝物而来。后山的宝物？什么宝物啊？哎，我也不知道。自从3年前有人说恶人谷后山有宝物出现，获得宝物的人能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利。这些年来，经常有不怕死的人闯入谷中，让人亲近。不过要我说，至高无上的权利有什么用呢？像我这种至高无上的美貌，才是最应该被追寻的。要是我当了皇上，我第一时间就把所有美人都杀了，留我一个最漂亮的。暴君。不过，连你们自己人都不知道宝物是什么吗？
你嘴巴不是好了吗？有话自己说。有人知道谁啊？是恶人王，恶人谷，恶人是大之首。他是谷中最邪恶、最狠毒、最可怕、最强大的存在。他一定知道。相传他最爱吃狗肉，享受将人折磨致死的感觉。他跟我们可不同，他是真正的顶级大恶人，毫无人性可言。你可千万别去招惹他。行了，项链要给我按摩去了。七郎，你怎么了？是谁打了我的贤婿？七郎，你没事吧？你看我这样子像没事吗？不怪那几个贱人害我没有完成那位大人的任务，我的仕途差点毁于一旦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让那个贱女人和她男人，还有后来那个逼问我的不男不女的变态，给折磨死。我要让恶人谷的全部人都陪葬。恶人谷，果然恶人谷都是些个不知好歹的野蛮人。那朝廷当初就应该把这些人杀干净，免得污了国家的清誉。是啊，姑爷，您可是状元爷，到底是谁敢惹你？那必定也是我们安家的仇人。那女人我打听过了，是后来嫁进恶人谷的，好像叫什么黛玉啊？安黛玉。不对劲，很不对劲！安家竟然写信让我回门，不可思议，匪夷所思，难以置信。没憋好屁，没憋好屁也是成语吗？我怎么从未听过？别乱选啊！那有什么？回去看看不就行了？对啊，娘亲，爹爹不在，我们陪你去。多想去？想。既然你们求我，那你也去啊！我要去。这就是你以前住的地方吗？还没有我家狗窝大呢。你个爹爹，你这次叫我回来有何事？不孝之女，我让你回门，你居然还带3个野种回来，真是丢尽了我安家的脸面。我们3大恶人能来，是你们的福气。若非这里是娘亲以前的家，我才懒得进这个破屋。就是，你这个浑身是毛的老冬瓜！哎呀，你个小杂种，怎么说话的？看我不教训教训你！哎呀，老爷！你们，逆女！你就是这样教育这3个小野种的？对不起，爹爹，我也管不住他们，说我没用。贤婿居然说这个废物居然在恶人谷打他，可看他这懦弱的样子，怕是踩个蚂蚁都不敢。哟，果然是穷山僻壤里的野孩子，半点没规矩，就该把他们卖牙行里当奴才去，好好教教规矩。哼，是了，来人，抓起来！等一下。贤婿怎么来了？贤婿怎么来了？这种小事儿交给我们处理就行了。我说怎么突然叫我回门？原来他就是用我的彩礼钱送去考公的男人。早知道这晚上下手重点。前几日在恶人谷有些误会，今日你难得回门，就在这儿歇一会。如素，你派人去把偏房收拾出来。那就多谢妹妹妹夫了。不客气。贱人，
刚回来就勾引我相公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姐姐，你就好好住吧。还真是碰壁生辉啊！大哥，蓬荜生辉不是这样用的。哎，别动！哟，无趣。啊？哎，愚蠢！汉密娘亲对我们的手段很……果然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我又说错了。你终于讲对了。既然他们没安好心，那我们也不用留余地。3大恶人听令！是老大。药箱里这些药终于派上用场。阿远，你把这个强力泻药混到他们要吃的饭菜里去。阿正，来，你用这野兽粉去后院抓一些蜈蚣老鼠什么的，丢他们床上。阿叔，你呢就留在家里监听动静，我就去库房。今天我要教你的是，神不犯我，我不犯神；神若犯我，我斩草除根。没想到啊，安家有了个状元老女婿，真是发达了。想当初我嫁人的时候，连个嫁妆都没有。安家人虚伪阴险，没安好心。我说，安家虚伪阴险，没安好心，没收了。没想到，齐高飞居然是皇后的人。恶神谷的宝物到底是什么？娘亲，阿叔，阿叔，装的还挺像，差点以为昨天晚上不是你。本来留你一晚上是想给你下点药，玩一晚上，然后送到青楼去，这样我还能赚点钱。没想到你比我想象中的狡猾些。你要做什么？当然是给我报仇了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是阴毒伪叶针，无药可救。你就亲眼看着那个小野种去死吧！就看着这个小野种白白去死吧！我去你的！要救！你竟敢这样对我！我可是状元，让县令抓了你这个贱女人！来人！安若素、安宫华，你们死哪儿去了呀？升堂！县令大人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哪来的主要？向本县令离枪！
我可是当选状元。哦，原来是我们的状元郎，你怎么成了这副样子啊？大人，我要状告这不孝女安黛玉。我们好心好意请她回门相聚，谁知她居然不敬状元郎。你看，还无缘无故把状元郎打成这个模样，还连同这3个小崽子把我们安家搅得是鸡犬不宁啊！大人，求大人替我们做主，惩治这个女人。你看看把人打成这样，这种事来啊！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是你跟继母要送齐高飞去考试，所以把我50两就卖进了恶人谷。现在我带着3个孩子回来看你，就因为我不愿意委身状元郎。真不是人，欺负一个弱女子，还污蔑是亲生的呀，打得不亏。这么对他呀？颠倒黑白手，谁不会呢？你个贱人，你胡说什么你？别打我！你县衙你还要打人啊你？看你今天敢动这闺女吗？还动手打人？你看这一家没有一个好命，这是什么样？这是畜生！真是的。你们不要欺负后娘，安珠已经很可怜了，从小没有娘亲，好不容易有人照顾，现在后娘还要被诬陷。小白菜呀，地里好呀，2、3岁呀，没了娘。我们这种无钱无势的普通人是斗不过状元的。你说可怜孩子，你们当官的了不起啊！我真听不下去了。就是这么欺负我们老百姓，啊！我们泰安的百姓不答应。不答应！老爷，不答应！坚决不答应！好了，不答应！好了。县令大人，您可别忘了，我可是状元，虽还未被委配官职，但我是有靠山的。来人，安氏殴打状元，押起来！心腹回门不带夫君，他若遭人欺负怎么办？主子，安姑娘和少爷小姐被安家和齐高飞带到衙门去了，说是告他们殴打状元。主子，泰安县的县令陈阳接待过您，您这一去行踪暴露，怕是会被皇后知晓。我若不去，难道要看着我的夫人孩子受人欺负？属下只是担心您的计划。您筹谋隐忍在这恶人谷数月，就是为了找到皇后谋反的证据。其实我们秘密接回就好，毕竟确实是安姑娘打了人，事情对错皆由外人定夺。我夫人需要的不是判官，而是靠山。可皇后那边，皇后如何？误了大计又如何？都没有我的夫人重要。主子，你不会喜欢上安姑娘了吧？安氏殴打状元，押起来！啊，这怎么办呀？这是当今县令，莫非以人脉和身份定夺罪证？县令自然是秉公办案。安黛玉，不能因为县令办案不向着你，你就冤枉他。又或者，你也找个高官来当你的靠山？说得对，本县令曾经可接见过那位靖武王。王爷如此大官，我都亲眼见过，怎会因为齐高飞是状元，就偏向他？本官这是秉公办理。接见过，又并非当过。县令官小，但也是我们一县的百姓之长。你如此武断，能让百姓信服吗？闭嘴！你一个不知所谓的妇人，当真要挑衅本县令？并非挑衅，而是质疑。只知夫人娇俏可爱，不曾想她也如此勇敢无畏。如此，我怎不心动？大胆质疑本县令！你一个农妇，谁给你的底气？他的底气在这儿。
他的底气在这儿。王爹爹，夫君，爹爹，夫君，还有疑问吗？没有。对，还有这个莽夫，他是这个贱人的姘头，就是那天晚上他们在恶人谷打的我。县令大人，快派人把他们俩都抓起来！齐高飞等人诬告他人，拖出去，各打40大板。大人，拖出去！大人，走。魏大人，看来我这县令是当到头了。难得带他们来县城，玩会再回去吧。好。爹，我可以买这个吗？不买，都多大了还买这种玩具？公子，买一对兔子玩偶吧。公子跟姑娘一看就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，买对兔子送给姑娘，也是多子的好意呀。不用找了。爹爹，你都多大了，还买这种玩具？这是给你娘亲买的，娘亲是女子。厚他薄我，是厚此薄彼。薛明远，开春，你必须去私塾了。好可爱，做的真精致。谢谢夫君。还想要什么就说，夫君给你买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夫君，刚才县令为什么那么怕你啊？莫非？恶人谷威名在外，从恶人谷出来的人，外面都会有所忌惮。我隐藏身份之事牵扯重大，为保护他的安全，还是先不告诉他为好。可是我也是恶人谷的，怎么没人怕我？因为你太温柔了。要是让邱可怜知道我的温柔都是表象，她一定会讨厌我不？还有这个。够了，夫君，我都拿不下了。夫人，今日回门怎么不叫夫君一起？就不怕夫君不在，你受欺负？有那3个孩子在，我怎么会受欺负？我跟你讲，真正受欺负是安家那个。我告诉你，今天阿远放屁都捂不住呢。阿战演了些小虫子，在他们房间里，他们一个个被吓得屁滚尿流，可好笑了。还有。你都不知道有多……很甜。我是说糖葫芦。爹爹和娘亲呢？现在甜吗？没尝到。没事吧？
还甜吗？夫人不仅甜，还坏。夫君，早点回来。说吧，今天想吃什么？羊肉。好。夫君，我都有点舍不得你走了。等我解决完皇后的事，一定给你安稳的生活，再也不分开。对了，我送你出门吧。狐狸精！蓝姨姨，我们听到你骂娘亲了。还有你上次骗我们的事，太让我们失望了。哎呀，不是，我只是……咬痕，狗咬的，玉儿被狗咬了。狗咬。好妹妹，什么时候带姐姐去见见你的男人啊？看起来挺有劲儿的。那不行，要是被薛怀林知道我跟你俩玩，我的形象就全毁了。安黛玉，你不带我去见你的男人，我怎么替你把关啊？还是说，你怕我勾走你的男人？虽然我确实长得比你美，但是我没兴趣勾引姐妹的男人。男人？玉儿不是被狗咬的吗？你蠢！你忘了恶人王了吗？恶人王最爱吃狗肉，咱们恶人谷的狗都被他吃光了，哪来的狗去咬玉儿？恶人王，宝物。皇后有令，即便覆灭整个恶人谷，也要取回宝物。皇后要取回的宝物到底是什么？若是真如信所说，恶人谷岂不是有危险？想什么呢？我在安家的库房里看到一张纸条，纸条上面写着：皇后下令，即便覆灭整个恶人谷，也要找到宝物。我从安家离开的时候，安家还只是个小门小户。自从齐高飞考上状元之后，安家这才跟着水涨船高。所以，这张纸条是给齐高飞的。你知道恶人谷有宝物的事情吗？知道。那你知道宝物是什么吗？那我们应该怎么做？万一他们真的对恶人谷下手怎么办？阿黛，这件事情十分危险，你千万不要参与进来。交给夫君去处理，好吗？出来！参见王爷。起来吧。主子，宝物找到了吗？毫无线索，除了常年居住恶人谷的10大恶人有可能知道，其他人甚至没听说过此事。那就去问他们。10大恶人神出鬼没，武艺高强，即便有幸抓到，他们的嘴也非常严，不肯透露。我们至今连那个能让人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宝物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如今，皇后谋反的证据还未齐全，她就打算进攻恶人谷，估计她一拿到宝物，就会立刻谋反。我们必须要阻止他们。你们是？都放下！
你是那个经常跟踪我的人。你怎么知道？作为常年混进黑白两道的人，反侦查能力当然要强。跟踪都能被发现，潜力不应该啊！我也就跟踪了安小姐2次。她不是毫无武功的普通女人吗？她怎么知道？啊，不对，刚才安小姐靠近，我们居然都没有察觉。你们认识？阿呆，其实我们是平常在一起打猎的兄弟。是啊，安姑娘，我们都是恶人谷的农户。农户，这穿得跟黑衣人似的，不知道还以为锦衣卫执行秘密任务呢。安姑娘，你可太有意思了！恶人谷埋着什么宝藏吗？难道我们是什么王子？什么王爷的暗卫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是暗卫，不是农户。不对，我们不是农户，是暗卫。他一人犯了。我知道了，你们是来寻找恶人谷的宝物的，对吧？宝物之事，事关恶人谷的命运，极其重要，绝对不能让皇后得到，绝对不能。蠢货，你要疼死我吗？哎呀，如苏，这个该死的不孝女，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能力，居然找县令惩治咱们。那个芝麻大点的狗屁县令，竟敢打老子！老子可是状元，背后有靠山的。七郎别急，我听说那个县令已经被革职了。真的？一定是那位大人在背后出手帮忙了，惹我，他们死定了。是啊，除了那位大人，还有谁有这样的能力？难不成还是安黛玉那个村妇吗？哼！等我伤养好了，我要让恶人谷一个畜生都不留。娘亲，快出来吧！娘亲到底藏哪儿了？以前一喊吃饭就出来的，今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快找！再找不到我们就又输了。这次的赌约可是要伺候他3个月呢。没关系，我喜欢伺候娘亲。那快点继续找啊！娘亲，娘亲，快出来吧！快出来吧！跟我玩捉迷藏还嫩了点儿，终于摆脱这3个小崽子了。睡会儿。我的舅舅啊！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呀？我的舅舅宝啊！你怎么就不要爹了呀？你让爹白发人送黑发人呐！拼命啊！还让不让睡了？是。舅舅宝，是你显灵了吗？喂，是你姑奶奶我显灵了。刚才我说的话，你都听见了。你吼那么大声，是个聋子都能被你震灵了。那我只能割了你的耳朵和舌头，让你永远都说不出去。你的舅舅宝儿还能救？神医呀！
神医呀，你快救救我的娇娇宝吧！救救他吧！救救他吧！求求你救救他吧！再好不救了。娘亲怎么都赢了还不回来啊？我还烧着水，等着给他泡脚呢。没出息。那大哥，你的手在干什么？我自己吃的。他肯定更喜欢板栗些。阿叔、阿远、阿战，给你们煮了糖水，你们歇一会儿再等安姑娘吧。多谢。哎呀，你们喝一点嘛，我做了好久的。阿远，你也喝一杯吧。进来吧，三个小杂种！既然你们非要跟我作对，那我就不得不除掉你们三个绊脚石了。哎呀，爹爹娇娇宝，你没事了呀？哎呀，娇娇爹，一日3次，一次1片，拌在饭里给娇娇吃。看在你救娇娇宝一条命上，我王猛虎救你这个朋友了。哎，娇娇爹理大了。你是要给我送走啊？我还有一事相求。我养娇娇的事儿，我知道。你是不是怕那恶人谷那个实力强大，但是又爱吃狗肉的恶人王发现，对吧？是。我就说你刚才鬼鬼祟祟的。放心，我守口如瓶，守卫娇娇的生命安全。多谢。不过那种滥杀生命、阴毒、狠辣、邪恶的终极大恶人，他迟早会遭报应。我诅咒他生儿子没屁眼。娘亲，阿远，娘亲，你快救救阿叔和阿战！他们被省来找人卖了。上来下药，找来了3个男人，把我们带走。我没有喝药，都听到他们说要把我们卖进外事阁。我趁他们不注意，就偷跑出来了。这该死的沈兰，早就该把他处理了。这万事阁背后，就是传闻中的恶人王。听说恶人王最喜欢折磨人了，都是我没用，救不了弟弟妹妹。阿远，你聪明勇敢，最棒了啊！听着，你现在去找林英姐姐帮忙，我去救阿叔阿战。娘亲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可是恶贯满盈的安黛玉。不为首呀，爸比马呀！哟，好久没有见到这么漂亮的小娘们儿了，真是个可人啊！大哥，你上不上？你不上，
我可就上了。跟老子抢！小娘子，给你看个好东西啊！流氓去死！美颜霜要美呀！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居然敢在万事阁闹事！我不是来闹事的，我是来找2个被搬起来的小孩的。我们万事阁任何东西都可以交易，就是不买卖女人和孩子。怎么回事？恶人王来了！看样子是恶人王发怒了，我们不会死在这儿吧？恶人王最厌恶生人，待会儿你要是发出一点声音，咱们的小命就都没了。传说中最阴狠、最残忍、毫无人性可言的恶人王，到底长什么样子？参见恶人王！大人，这是个误闯进来的小姑娘，没啥见识，冒犯了大人，一请见谅。丢出去！是。小姑奶奶，好不容易从恶人王手下逃过一命，这是万幸了，你就别吵了呀！哎呦，你想臭死了！大人表情变了，小娘子死定了！我的天哪，我晕血呀！佳佳，你这叫什么叫？这是我妹子。这小娘子是恶人王的妹子，我竟然感觉恶人王好像有点害怕她。怎么可能啊！恶人王是谁啊？恶人王那可是咱们恶人谷最不近人情的恶人。是啊，怎么可能怕这样的小姑娘嘛？哎呀！姑奶奶，不是说好了不告诉别人我养娇娇的事儿吗？那我也没有想到，恶人谷名声震天的恶人王就是娇娇爹啊！哎，所以，外面那些说你吃狗肉的都是谣言喽？废话，养狗狗的人怎么可能吃狗肉呢？可能我们太爱狗狗了，所以被别人误会了。啊，对了，我问你件正事儿，今天说有人卖给你1男1女2个小孩。杨七，娘亲，你来救我们了！你相公是薛慧林？怎么了？没，那个卖3个小孩的杂碎已经被我打残，扔出恶人谷了。我们恶人谷的人绝对不可能干卖小孩的事儿。说得对，那些表面是恶的人，未必是恶。真正可怕的是那些伪君子。来，你们先出去啊，娘亲晚些来带你们回家。好。我不卖身的。谁要你的身了？你能不能跟我讲讲恶人谷那个后山里
能让人获得至高无上权力的宝物呗。哦，快走快走！恶人谷让人趋之若鹜的宝物，就这么得到了？娘亲，我们回家吧。我们回家吧。好，回家。好啊你！我家玉儿天天念叨你，你居然还在家里养小三儿，老娘不来还不知道呢。主子，这2个人是恶人谷10大恶人中的血手人屠和裂口女，武功高强，阴险狠毒，小心些。弟弟，林姐姐，我让你们来是为了救娘亲和弟弟妹妹的，你们怎么要打起来了呀？小眼子，上一边去！姐姐是在拯救你娘亲，玉儿要是看到这对狗男女，该有多伤心呢！阿远，躲远点，别让他伤着你。放屁！她是我姐妹的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伤到她？胡说！我夫人胆小善良，怎么会与你们为伍，成为姐妹？我的头发！我要跟你拼了！够了！现在重要的是娘亲他们。爹爹，沈兰今天给我和弟弟妹妹下药，将我们卖进万事阁。我趁乱逃了出来。娘亲已经去救弟弟妹妹了。老爷，我冤枉啊！我平日里对孩子有多好，您是知道的，怎么可能给他们下药呢？阿远年纪还小，很容易被心思不纯的人蛊惑的。反正薛云战、薛望舒已经死了，安黛玉跑去万事阁那种地方，估计也是凶多吉少。现在死无对证，谁也动不了我。啊？你是说谁是心思不纯的人啊？玉儿，听说你去万事阁找恶人王去了，把姐姐的心都吓出来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放心吧，小六没事儿啊。为什么这都杀不了他们？恶人谷的恶人都是些废物吗？没事吧？娘亲有事。对，娘亲有事。蓝爷爷把我们卖给了万事阁的恶人王。娘亲为了救我们，孤身一人混进恶人堆，心理上受到了极大的惊吓。娘亲怎么可能没事？孩子们对沈兰失去信任，正好趁着这次机会将沈兰彻底赶出去，免得以后再出什么幺蛾子。我不知道小兰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我只知道我是孩子们的母亲，我是在场唯一的大人，所以即便里面是满身横肉的大汉我都不怕，因为他们是我的孩子。小丽啊，我今天是不是把眼线画到眼睛里面去了？不然怎么从玉儿小魔王身上看到了娇弱可欺4个字呢？威廉，把沈兰处理了。是。不要啊，老爷！走。这算什么惩罚？依我看，就应该把他们剥皮抽筋下油锅，对吧，小婴儿？姐姐，你怎么能说那么可怕的话？好，我们不听。
对了，我有一个宝贝要给你们看。你是说，无数人耗费精力，苦苦寻找数年无果的恶人谷宝藏，现在在你手上？姐妹，你太牛了，不愧是老娘的好姐妹啊！拿开，这可是我夫人，男女授受不亲。老娘是女的。还有，你长得又没我好看，瞎说什么？停！说正事。这确实是威武将军的虎符，将军不在，见虎符即可调令万军。可是从3年前，威武将军逃兵反叛被处死后，虎符已经消失了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？只要不在皇后手上，就是好事。哎呀，怪不得说获得这个宝物的人能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利。从现在开始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在这儿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。你现在怎么突然这么粘人啊？你知道你现在像谁吗？谁？娇娇。娇娇是谁？一条小狗。好。哎，你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林一和小烈？我刚来恶人谷的时候就认识他们了，他们是我的朋友。你不喜欢我跟他们一起玩啊？当然不是。你的朋友能在我不在的时候陪着你，我很开心。只不过，我不喜欢他们碰你，尤其是那个林一。啊，原来是吃醋了。我是吃醋了。那安慰一下。夫人，这可不够。安黛玉，还有那3个贱种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你是谁？你姓沈。本朝状元齐高飞奉大人之命，特来迎接相府小姐。奉哪位大人之命？我爹吗？皇后娘娘。也不知道这位丞相小姐为何会出现在这种地方。不过娘娘说了，这种身份尊贵、蠢笨不自知的世家女，总有一天会派上大用场。女儿，大事不好了！我长痘了！是先毒药膏，还是先挤掉？毒药膏是不是不能化妆了？挤掉会不会留疤呀？林一，你要不要2个肩膀用点力，把中间那颗痘也一起挤了？怎么中间还有痘啊？妹子，大事不好了，快跟我走，快！怎么就有大事不好了？娇娇她今天没拉屎。不是你儿，你先
帮姐姐倒。不行，先去看娇娇。哎，走。娘亲昨天才陪我们的。玉儿，你先认识姐姐的，跟姐姐最好是不是？我妹子当然是跟我好了，我都把宝物给她了。你跟我们最好。娘亲，跟我走。都给老娘滚！我真想变成章鱼，转一圈抽8个！我瞅你了，多大的人了啊！一个个的，不能谦让一点，和平一点啊！阿远，说说，孔让梨什么意思啊？孔融跟爸妈说，能过就过，不能过就离。今天谁做的最好，我就亲自颁发一朵小红花啊！哎！上，我这是犯了什么事儿啊？曹官府的人，大家恶人谷，你跟恶人谷的杂碎勾结，还欺辱丞相嫡女，这就是死罪。哼，丫头这是变凤凰了，这么妖艳？放肆！胆敢对丞相小姐不敬！你跟他废什么话？把他还有这3个小杂种全部抓起来，一起杀掉，以泄本小姐心头之愤。哼，贱人，没想到吧？薛怀林不在，本小姐倒是要看看，还有谁能救得了你。可怜的丞相嫡女，我的任务可不只是杀了安黛玉。朝廷重臣之女丞相千金被恶人谷安黛玉残忍杀害，当朝状元齐高飞奉皇后之令为沈小姐报仇，彻底铲除恶人谷，一个不留。是。皇后娘娘说的还真不错，蠢笨却身世贵重的世家女子果然非常好。说我歹徒，你才是真正的手段狠辣吧？为了铲平恶人谷得到宝物，自己人都杀。你知道宝物的事？恶人谷的宝物，威武将军的虎符，将军离世，见虎符如同见将军，可以号令万军。这是你和皇后梦寐以求的东西吧？果然在你这儿。终于能完成皇后的命令，马上我就要飞黄腾达了，快给我！好啊，伸手，立直。歹徒是吧？杀猪是吧？一个不留是吧？娘亲，放开齐大人！终于到手了，我要当丞相了！大人，他们怎么处理？恶人谷不是几个贱人，皇后娘娘通过虎符得到天下，我们有的是时间慢慢折磨他们。把虎符赶紧送回宫。是。我
主子果然料事如神，早知道他们会来抢虎符，故意让安姑娘拖延时间，把皇后谋反的证据送上卿，也能让皇上提前准备。不过主子，安姑娘这么暴力，你不觉得她似乎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？怎么会不一样？她聪明有能力，勇敢有魅力，正因为这些我才爱她。聪明温柔是她，暴力粗鲁也是她，我爱她的每一面。主子，你不会早就知道了吧？夫君，我刚刚走在路上，他们一群人向我问路，这个男的他就突然抓住了我，我好害怕，好惶恐，好紧张。还好你来得及时。夫君，爹爹，干得好，想必能让皇上先一步做准备。可是虎符号令的万军实力强悍，即便皇上提前做了准备，恐怕也难以阻挡那些将士。虎符的作用是，当威武将军不在时，见到虎符如同将军亲临，将士不得不听命。但若威武将军在场，虎符无效，即便是皇上的号令，将士也不会听从。可是威武将军不是早就死了吗？说他3年前从边关偷偷回来，意图谋反，被当场诛杀，整个将军府下场惨烈。那看来这件事就需要威武将军亲自为我们解释了。什么？威武将军？我呀，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就在你把虎符交给阿黛的时候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人，足够聪明。所以，你当时问我夫君是不是薛怀林，是不是知道是他，所以才把虎符给我啊？我还以为是我的个人魅力呢。可是这是为什么？你们认识？阿黛，等这些事情全部结束后，我会跟你解释清楚的。哦，你就是那个什么小茂将军啊？威武将军，你不是死了吗？所以，现在坐在这边的是……自己鬼模鬼样的，还说别人是鬼。所以你根本就没死啊！唉，3年前我驻守边关，突然收到夫人病重，即将离世的消息。为了能见上夫人最后一面，我连连上书，却是渺无音讯。将军，喝了这瓶假死药，便会无知无觉，像死人般沉睡7日，就连御医也查不出来。是，将军只要死亡，便可不用通报，即刻进京。将军不可，一旦被皇上发现您是假死，便是无诏回京，会被当成逃兵处死啊！夫人病重，若是不能见上一面，便是死又如何？若是能见上一面，死也值得。将军，万万不可！
将军，上次一别已经是5年了。你在我院中种的花，开了又败，败了又开，我总是盼你回来。将军，我好想记住你抱着我，用手抚摸我的感觉。将军，地下的花也一定很漂亮吧？以后你就能陪娇娇一起看了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将军，你要活着！舅舅，舅舅，舅舅！我算错了回京的时间，算错了假死药的时效，更算错了夫人爱我的决心。将军不在边关待着，替皇上看守边境，不仅私自逃出来，还亲手杀了自己的夫人，真是好狠的心啊！我驻守边疆10年，回来陪夫人的日子，10个手指都数得清楚。让他独守偌大的将军府，终究是我对不起他。娇娇，我这就下去，陪你一起去看花。还没有交出兵符，谁都不能让你死。为什么不让我死？我为什么要回来？当然是因为我写的信了。不用将军夫人病重骗你，你怎么可以偷偷回来？我怎么能设计拿到兵符？威武将军无诏回京，意图谋反，将军夫人阻止，却被将军亲手杀害。将军府其余家眷全部斩杀。是，你他们将我秘密关押，时刻看守着我，不让我自杀，还收走了娇娇的尸体。我为了能夺回娇娇的尸身，想尽办法逃了出来。皇后怕事情败露了，就立刻宣布我死亡，并派人到处找我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也许他真的以为我死了。傻子进眼睛了。我们还有机会救出将军夫人。有你在，即便那虎符也没用。真无聊，一连走了5天了，连个信儿都没有。还不是因为去京城太远了，正常。姐姐，你还在等那个丢下你跑了的丈夫？你该不会以为他还能回来吧？我说这空气怎么突然臭了起来呢？哎呀，原来是进了4坨狗屎，能不臭吗？
皇后已用虎符调令万军，包围了皇城，你就让他嚣张吧。等他那个废物夫君和那个粗鄙的土匪死在京城，他们就该害怕求饶了。怎么，你还想打我啊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等皇后娘娘逼宫成功，我可就是当朝的丞相，碾压你一个村夫，易如反掌。那我可得趁你当上丞相之前，好好碾压你！安黛玉，你敢！丧龙舟，是丧龙舟！皇帝死了，皇后娘娘成功了，我就是这。你是奶奶我的好孙子，给我上！去你的！够了，住手！你这个贱女人，你没听到丧龙舟吗？皇帝都已经死了，你们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。你还有你们一个个都该死！我最讨厌别人拿手摘我！你丈夫都死了，你还在张狂什么？你哪儿才死！你哪儿才死！你哪儿才死！妹子，你好残暴啊！怎么办？娘气暴露，启动1级戒备。怎么办？小慧玲看到我这么残暴，不会生气了吗？要不直接把她打晕，当做什么都没发生？夫君，成功了，阿黛，我爱你。也就是说，你成了摄政王。我们赶到的时候还是晚了一步，皇后已经包围了皇宫，刺杀了皇上。我们将皇后斩杀，皇上临终前立3岁太子为皇帝，摄政王建国。不可能，皇后死了！完了，都怪你！你说什么？跟着皇后，我们安家就能水涨船高。现在皇后死了，我们安家这是全完了呀，还得赔上什么谋反的罪名？哎呀，爹，这也不都是齐朗的错啊！对，还能怪你？你看你挑的这是什么男人呐？啊，安家要被你拉着陪葬了。不过，为什么选他当摄政王？他不是普通人吗？来，普通人，快解释一下。阿黛，其实我是靖武王。你是王爷？爹，好好解释。要是你把娘亲气跑了，我们也不认你了。我们可以跟着娘亲跑啊！也就是说，你们3个一直都知道。可是我记得靖武王并没有娶妻，难道说他们3个是你的私生子？不，阿黛，他们是我兄长的孩子，我兄长为救我而死，皇后一直对我们穷追不舍，我迫不得已才隐瞒身份，带他们住进这恶人谷。我真的不是刻意隐瞒你的，这件事情多一个人知道，就多一份危险，我不想你陷入困境啊！那我可得跟你这个摄政王好好的谈谈。走，救我！
太彪悍了，不愧是我妹子。嘿，是我妹子，她跟我最好，你算哪根葱啊？你个人不人鬼不鬼的算什么？我妹子跟我最好。幼稚，娘亲跟谁最好，不是很明显吗？当然是我。我们谈好了。对，我们和好了。大月，我的好闺女，你就饶了爹吧，爹错了。是这样，你看啊，我是受他们俩人蛊惑呀。要不是爹，你也嫁不了摄政王嘛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什么意思啊？把人打到濒死，说话就好听了。哦，啊！能嫁给摄政王是我自己的本事，靠你，早就被打死了。王爷，你看啊，怎么说我也是你岳丈不是？好女婿，你不能赶尽杀绝呀！啊！在王府向来以夫人为尊，我有本事才能娶到夫人，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带走！闺女，我错了！哎呀，知道我们知道错了，闺女，知道错了。这就是权力的感觉吧？走，我们去天朝！我就不去了，我还有地方要去。娇娇，以后这满山遍野的鲜花，我都陪着你看。